7月20日的香港，空氣裏彌漫着一種黏稠的、令人窒息的悶熱。這種天氣預示着暴雨，卻遲遲落不下來，如同懸在頭頂的一把鈍刀，讓人無所適從。就在這一天，一則簡短卻沉重的新聞擊穿了所有娛樂版面的頭條。香港影壇的傳奇，人稱四哥的謝賢，因病離世，享年89歲。這位中橫影壇超過半個世紀，無論何時出現都戴着墨鏡、梳着油頭、腰桿不挺的瀟灑老人，終究還是沒能敵過時間的殘酷，在一片紛擾的塵世喧囂中悄然謝幕。消息一出，各界譁然。然而，比起對一代巨星隕落的哀悼，公眾的目光似乎更執着於另一件事：他的兒子謝霆鋒，那個在舞台上總是挾不馴，彈着吉他仿佛能與世界為敵的男人，此刻正在內地緊鑼密鼓地籌備着他即將於7月25日在青島舉行的個人演唱會。鏡頭切換，聚焦在機場的快速通道，謝霆鋒一身黑衣，壓低了棒球帽的帽檐，在隨行人員的簇擁下快步疾行，背影消瘦而緊繃。他匆匆登上返回香港的班機，去送父親最後一程。可命運弄人，當他終於趕到時，是否還能握住父親那雙布滿老年斑卻依然倔強的手？沒人知道，只知道幾日後，他再次出現在鏡頭前，依然是那一身肅殺的黑色，只是這一次，他是從香港出發，目的地是青島。他沒有搭乘能夠最快抵達、最為私密的私人飛機，而是選擇了普通的民航航班，與工作團隊擠在一起。那種壓抑的沉默，那種孤寂的背影，似乎已經預示了一場無法挽回的錯過，以及一場即將到來的關於愛、遺憾與傳承的風暴。7月23日，距離謝賢火化僅僅過去3天，青島流亭國際機場的到達大廳裏，一陣壓抑的騷動打破了午後的沉悶。有眼尖的旅客認出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迅速拿出手機，鏡頭對準了那個從貴賓通道快步走出的男人。畫面在社交媒體上瘋傳，謝霆鋒現身了。這是他在父親離世、辦完喪事後，首次在公開場合被拍到。他全身從頭到腳都是黑色 T 恤、黑色長褲、黑色運動鞋，背着一個黑色的雙肩包，仿佛是將一身的悲痛具象化，緊緊包裹着自己。他走路的步伐很快，身邊跟着幾名工作人員，如同眾星捧月般將他圍在中間，試圖隔絕所有窺探的視線。他全程低着頭，帽檐壓得極低，看不清臉上的表情，但那微微勾的背影和緊繃的下線，卻洩露了此時此刻他內心的疲憊與落寞。沒有了往日機場街拍的那種巨星架勢，甚至沒有對周圍認出他的路人露出絲毫標誌性的酷碎表情。他只是沉默地走着，像一隻負傷後孤獨舔舐傷口的獸。與他同行的不僅是經紀人和助理，還有他的樂隊成員。有消息稱，這一次前往青島，謝霆鋒一反常態，沒有動用他的私人飛機，而是選擇了與團隊一同乘坐普通的民航航班。對於他這種身價的巨星來說，私人飛機不僅是效率，更是私密性的保障。在這個他痛失至親的敏感時刻，外界猜測他理應需要一個絕對不被打擾的空間。然而他沒有。據了解內情的人透露，這個決定背後藏着他對父親謝賢的一種特殊的致敬。謝賢一生中橫演藝圈，為人豪爽，卻也極其敬業，從不因為個人私事耽誤工作。他曾對謝霆鋒說過一句話，一句如今被媒體反覆提及的話：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須繼續。這看似殘酷的一句話，卻成了謝家父子之間無言的默契。謝霆鋒捨棄了那高高在上的私人飛機，選擇與團隊同甘共苦，像是在用一種最樸素、最接地氣的方式告訴天上的父親：我沒有忘記你的教誨，我依然在走着你走過的那條路，哪怕這條路此刻布滿荊棘，我也要一步步踩過去。他這次之所以在喪父後如此倉促地便飛往青島，是因為7月25日的 Evolution Nick Live 謝霆鋒進化演唱會已經迫在眉睫。這場演唱會早已開始售票，
數萬歌迷翹首以盼。若是在往日，這不過是他演藝生涯中有一場普通的巡演，但在父親離世的巨大陰影下，這場演唱會被賦予了一層截然不同的意義。許多人都擔心他的狀態，甚至有粉絲在網上發起呼籲，希望演唱會能夠延期，給謝霆鋒足夠的時間去消化喪親之痛。然而，謝霆鋒的選擇卻異常堅定，如期舉行。他要用這場演唱會作為送別父親的最後一份禮物，用他在舞台上的汗水與西吼，踐行父親口中那句表演必須繼續的職業信仰。當謝霆鋒在青島機場那落寞的背影還在社交媒體上被人們議論紛紛時，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卻在網絡的陰暗角落悄然打響。關於謝賢遺產分配的傳聞，如同野火燎原般迅速擴散。一則未經證實的消息在各個微信群和論壇裏瘋傳，謝賢留下了將近4億台幣的遺產，其中90%將留給他的兩個孫子謝霆鋒與張柏芝所生的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而謝霆鋒與妹妹謝婷婷僅能繼承剩下的10%。這則消息繪聲繪色，甚至還有所謂的細節補充，比如這些遺產將交由謝賢的好友林青霞代為監管，直到孫子成年云云。但很快林青霞影迷會便出面闢謠，直斥子虛烏有。這則憑空捏造的遺囑，就像一把精心打磨的利刃，精準地刺向了大眾對於豪門恩怨、前任現任對比的獵奇心理。一時間，輿論的風向被徹底帶偏，人們不再討論謝賢作為演員的輝煌成就，也不再關注謝霆鋒喪父後強撐着工作的堅強。反而將所有的炮火對準了那個從頭到尾都未曾公開露面，也未發一言的王菲。網絡上充滿了對王菲的冷嘲熱諷，指責她在謝賢離世後沒有更換黑色頭像，沒有公開發布悼念文，甚至在謝家舉辦極簡喪儀時不見蹤影。對比之下，謝霆鋒的前妻張柏芝第一時間將社交賬號頭像換成了黑色，並被拍到安排遠在澳洲讀書的大兒子回港奔喪，這一行為被大肆渲染，塑造出了一個有情有義、隱隱大度的賢妻良母形象。緊接着便是對王菲鋪天蓋地的鞭撻，陪伴謝霆鋒10幾年，到頭來連個名分都沒有，遺囑裏隻字不提，謝賢根本沒認可他，人家張柏芝才是兩個孫子的媽，血濃於水。那些網絡看客們仿佛是謝家的族老，義正言辭地為一個已故的老人分配情感歸屬，將王菲釘在了一個失意者、局外人的恥辱柱上。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這種基於一份偽造遺囑而展開的道德審判，從一開始就是荒謬的。且不說謝霆鋒所屬的英皇娛樂隨後便發布嚴正聲明，斥責所謂的病因與遺產分配均為捏造事實，是別有用心的造謠生事。並表示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單從情理上講，謝賢將遺產留給年幼的孫子，本是極為正常的華人社會家族傳承觀念，根本無法作為衡量他與王菲關係親疏的砝碼。更何況，王菲與謝霆鋒復合10餘年，兩人雖未再次登記結婚，卻早已是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伴侶。謝賢病重入院期間，曾有媒體拍到王菲低調陪同謝霆鋒返港探望，只是當時並未對外聲張。謝家此次處理謝賢後事，完全遵從其低調遺願，以演出形式極簡辦理，不設靈堂，不辦公祭，僅少數至親在火葬場送別。在這種情況下，王菲若現身，勢必引來大批媒體長槍短炮的圍堵，將喪禮現場變成一場混亂的新聞發佈會。這反而違背了逝者最後的安寧。他的缺席，或許恰恰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尊重與體貼。遺憾的是，在狂熱的輿論狂歡中，理智的聲音總是被淹沒。王菲成為了這場莫須有遺囑風波中最無辜的受害者。當網絡上因為那則虛假的遺囑而對王菲口誅筆伐之時，遠在青島的謝霆鋒正承受着喪父之痛與輿論壓力的雙重夾擊。7月25日，青島國信體育場，夜幕降臨，數萬名歌迷手持熒光棒，匯成一片星海。這是謝霆鋒在父親離世後的首場公開演出，
空氣中除了演唱會固有的躁動，還多了一絲令人抽心的緊張。舞台上的謝霆鋒依然是一身黑衣，這似乎成了他這段時間唯一的着裝顏色。他拿起麥克風，沒有過多的寒暄，甚至沒有像往常一樣露出那種玩世不恭的笑容。當《玉蝴蝶》的前奏響起，現場爆發出雷鳴般的尖叫與合唱。這首歌之於他與王菲的意義早已不言自明。他唱得格外投入，仿佛要把所有的情緒都游進這首歌裏，獻給台下的歌迷，也獻給那個遠方或許正在默默注視他的女人，以及那個剛剛離去的父親。他單膝跪地，近乎虔誠地唱着。那一刻，舞台上的光束打在他身上，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如同一場盛大的祭奠。唱到遊樂場和非走不可時，他的聲音幾度哽咽，卻依然憑藉強大的意志力撐了下去。他說：識唱的一齊唱，全場隨即大合唱，歌聲震耳欲聾，仿佛要用這萬人的能量去撫慰台上那個孤獨的靈魂。然而，這場以告別與堅持為基調的演唱會，卻在尾聲迎來了一個讓所有人錯愕的結局。按照原定計劃，謝霆鋒本應演唱一首包含《活着 Viva》、《潛龍勿用》等經典快歌的 medley 作為壓軸，將全場氣氛推向最高潮。但當他唱完《玉蝴蝶》後，音樂戛然而止，他沒有說再見，甚至沒有向台下鞠躬致意，便直接轉身離開了舞台。緊接着，場館內燈光驟然大亮，工作人員開始清場，示意演唱會結束。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全場4萬名觀眾集體目瞪口呆，他們還沒從那首《玉蝴蝶》的餘韻中回過神來，就被刺眼的燈光拉回了現實。沒有安可，沒有告別，甚至沒有一句謝謝，這在流行演唱會歷史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現場一片嘩然，很快，巨大的失落感與被敷衍的憤怒在社交媒體上蔓延開來，觀眾們紛紛指責主辦方流程混亂、硬刪歌曲，將這場期待已久的音樂盛宴變得支離破碎。一時間，謝霆鋒演唱會沒說再見突然開登成了熱搜詞條，負面輿論甚囂塵上。後來，英皇娛樂回應稱，由於謝霆鋒當天早晨才從外地趕回，未能來得及進行充分彩排，因此到場後由他自行決定演唱歌單，現場流程也因時間限制而作出刪減。這個解釋在憤怒的觀眾面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但或許只有真正了解謝霆鋒此刻心境的人才能讀懂，那一場戛然而止的演出，何嘗不是他內心崩潰的某種外在投射？他已經用盡全力站在台上，履行了 The Show Must Go On 的承諾，但他無法強迫自己再多演出一秒。那個不告而別的轉身，或許是因為他如果再在台上多待一刻，眼淚就要奪眶而出，將所有的偽裝擊碎。演唱會的混亂與爭議，如同投入沸水中的冰塊，迅速讓原本就暗流湧動的輿論場炸開了窩。而在這片嘈雜之中，一直承受着莫須有罪名的王菲，終於有了動作，或者說，關於她的爭議達到了頂峰。網傳謝賢的遺囑中不僅將大部分財產留給了孫子，還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儘管這句話後來被證明純屬捏造。據那些別有用心的八卦媒體描述，遺囑中似乎透露出對王菲的不信任與疏離，這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這句完全虛構的遺囑一句話與謝霆鋒演唱會上那失魂落魄、匆匆離場的畫面搭加在一起時，一種極具戲劇性的悲情色彩被渲染到了極致。據說，當王菲從鋪天蓋地的新聞推送中看到謝霆鋒那孤獨無助的背影，以及網上那些將他描繪成豪門棄婦的刻薄言論時，向來雲淡風輕、不理俗世的天后也終於徹底失控了。這種失控並非歇斯底里，而是一種被誤解、被排斥的極致痛苦。他與謝霆鋒兜兜轉轉20餘年，從當年的驚世駭俗到如今的細水長流，這份感情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名分與金錢的衡量。他從未貪圖過謝家的財產，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又何須用一段感情去換取所謂的遺產份額？
然而網絡暴民卻拿着一份造假的文件，肆意評判他的感情，否認他10幾年來的陪伴。謝霆鋒在演唱會上的不告而別，被外界解讀為失態，但對他而言，那或許是他在高強度壓力下唯一的一點真實。沒人能真正體會到他看着愛人如此煎熬卻無法公開站出來替他辯駁的無力感，因為任何辯解都會被解讀為對號入座。幸運的是，謝霆鋒並非任人宰割的木偶。在局面幾近失控之際，他終於不再沉默。他所屬的英皇娛樂以極其嚴厲的口吻發布了律師聲明，不僅全面否認了網傳的一切關於死因與遺產的謠言，更罕見地着重強調，將對所有發布不實言論、惡意詆毀王菲的網絡賬號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這份聲明不僅是對父親謝賢名譽的捍衛，更是對王菲最堅定的守護。在那一刻，他用行動告訴了所有人，他是我的人，誰都不能動。前經紀人邱歡也隨即發聲，力挺風飛，要求造謠者刪帖道歉，向太陳南亦表態支持。一時間，整個娛樂圈的風向開始悄然轉變。與此同時，一直處於風暴眼另一端的張柏芝卻選擇了徹底的加密。他沒有借着遺囑傳聞的東風去營造自己的心情人設，也沒有對前夫維護現任的行為發表任何酸楚的感言。他只是默默地將自己的社交平台頭像換成了黑色，幾條只有畫面沒有文字的動態，訴說着對逝去長輩的悼念。他的沉默同樣是一種力量，一種劃清界限的體面。他與謝霆鋒的婚姻早已成為過去式，現在他們唯一的連結只有孩子。謝賢是他的前公公，也是他孩子的爺爺。他的悼念僅限於此，無關財產，也無關對前任的糾葛。他沒有讓自己捲入這場可笑的前任現任大對比中，這既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對自己新生活的保護。在那份擲地有聲的律師聲明發布之後，喧囂多日的網絡逐漸恢復了平靜。造謠者們刪帖的刪帖，噤聲的噤聲，畢竟沒有人真的願意為了博取一時流量而承受法律的重錘。謝家的風波看似平息，但那些被撕開的傷口卻需要時間去慢慢愈合。謝霆鋒依然在繼續他的巡演之旅。那一場青島演唱會的插曲，或許會成為他演藝生涯中一個備受爭議的注腳，但也恰恰是那一刻的真情流露，讓人們看到了那個曾經襲擊他的叛逆少年，如今背負着家庭責任與思念的沉重。他穿行在一個個陌生的城市，用音樂與歌迷交流，也通過這種高強度的工作來麻痹自己的神經，讓自己沒有太多餘裕去沉浸在失去父親的巨大空洞裏。只是偶爾在後台無人的角落，在飛機起飛與降落時的顛簸中，那份空落落感覺還是會毫無防備地襲來。他會不會在某一刻後悔？後悔沒有早一點完成手頭的工作，後悔沒有再多陪那個總是在他面前保持着瀟灑形象的父親。王菲呢？她依然是那個不喜張揚的天后。在經歷了這場無妄之災後，她或許會更加珍惜與謝霆鋒之間那份來之不易的寧靜。她沒有公開回應任何質疑，也沒有對那些謾罵進行反擊，這很王菲。她用她特有的方式，繼續默默地陪伴着謝霆鋒。或許在某個巡演的間隙，她會出現在他入住的酒店，只是為了給他一個擁抱，或者只是靜靜地陪他坐一會兒。不為外界所知，也無需外界所知。正如那句被引用了無數次的話，愛情是兩個人的事，與旁人無關。至於張柏芝，她依然帶着3個孩子，過着屬於自己的生活。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着孩子們的點滴，分享着自己的健身與工作日常，將那些過往的恩怨情仇隔絕在門外。她沒有被網上的聲音左右，也沒有利用單親媽媽的身份去博取同情。她只是在過日子，一種屬於張柏芝的，不再依附於任何人的日子。謝賢走了，帶着他標誌性的墨鏡和笑容，走完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星光大道。
他留下了一部部經典的電影，也留下了一個雖不完整卻依然血脈相連的家族。那場關於遺囑的鬧劇，終究會被人遺忘，就如同大海中泛起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而真正留下來的，是那個 The show must go on 的信念。謝霆鋒用行動接過了父親手中的接力棒，哪怕腳下是荊棘，哪怕掌聲中夾雜着質疑，他依然在往前跑。這或許就是生命的殘酷與美妙，無論多麼撕心裂肺的離別，都無法阻止時間的車輪滾滾向前。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願四哥在另一個世界依然瀟灑，也願留在這世間的每一個人都能在喧囂過後找到屬於自己的平靜與歸屬。